你好，今日由我世紀宇田地產岑生介紹間超級筍盤太湖花園一期嘅高層球場泳池景，實用面積440尺嘅。呢個廚房洗衣機位已經預留咗啦。客廳就左右廳嘅，有啲人會選擇喺度做多間房嘅，或者個人房個廳景觀好靚㗎啦，球場泳池靚景客廳，我哋睇廁所。依家係靚裝修嘅，即買即住㗎啦。全屋水喉、電線、鋁窗已經全部換晒，浴室寶做埋添。一間房要做咗個衣櫃位一張單人床，睇下主人房。房間客廳所有景觀都係望返球場靚景嘅。係啦，依家我有鎖匙嘅，如果有興趣就聯繫我啦，我帶你哋去睇。唔該晒。